舞者以身体动作配合沙加康布格光影的变化，以及更强音乐演奏，这是稻草人现代舞团上新推出的作品《节之舞》，跳脱以往剧场形式，将古战楼的电影空间变成表演舞台，要将观众带入充满艺术加感动的氛围。从5楼、4楼、3楼、2楼，或者说从2楼、3楼、4楼、5楼呢，去游览、去观看这5位舞者所带来的5种节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表现。观众在观赏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本身其实就会有一点打结，因为我们自己在排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打结的感觉，因为我有一点不确定，现在到底是3楼了还是2楼？所以这个演出呢，观众会有一个亲身自己也要去找这个结的解方，就是我要去到这个楼层，然后去看这个舞者，然后这个舞者他正在纠结在某一个状态里面，可能是心结啊，可能是跟某一个物件连接在一起，他没有办法离开，然后或者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凝结的空间里面，然后每一层空间都有一个结的主题。这出的表演只有演出10场，每一场演出限制45名观众入场，确保每一位观众都会当欣赏到舞蹈。观众会当自行决定观赏的顺序，参照经历人生所面对的各种角，非常值得爱好舞蹈艺术的民众亲自到场感受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